梁又南提到，后来大伯结婚搬走，却又常常带老婆来他家蹭饭。大伯前后跟他们夫妻俩住了7年，离婚时又想要搬回来。有了先前的经验，梁又南决定直接拒绝。没想到大伯却向婆婆告状，就此婆媳关系恶化。这件事让梁又南和婆婆之间产生了芥蒂，对她的态度也变得冷淡。结果误会还来不及解开，婆婆就过世了。守灵的第1晚，看着婆婆的牌位相当伤心，认为婆婆怎么就这样走了。后来她不小心睡着，梦里面婆婆向她道歉，让她哭着醒来。多年来的委屈，梁又南这才释怀。如今大伯早已不知去向，他和夫家人相处依然融洽。